续来关心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，今仔日来到第22天了。这个俄罗斯的攻击是愈来愈残忍。乌克兰南部的港口城市马利坡有一间公园，收容1000外的老百姓，结果去俄罗斯轰炸，目前这的人生死不明。讲其实这间公园两边的空地早就清清楚楚用俄罗斯的字写下着“海东2字的大字，表示讲这个公园内底有无辜的囡仔，想要到俄罗斯也是无情甲轰炸。另外，伫北部一个城市有13个人排队等要领这个棒，嘛去俄罗斯崩死。乌克兰的官员痛骂俄罗斯无人性，根本就是调故意的。俄罗斯一直轰炸首都基辅，真侪民家厝拢轰炸着，东南部的马利坡嘛无平静。 Flames rage and black smoke billows from a bombed theater where hundreds were taking refuge in Mariupol. Their fate is unknown. 根据马利坡副市长统计，当时有2000外人住伫遮，目前唔知影因的生死。不过，互人搁较生气的是，俄罗斯的军队有可能是跳工的。 根据俄罗斯的军队轰炸进前的卫星影像来看，剧团边的空地拢以俄罗斯语表示囡仔的字样，就是要甲俄罗斯讲内底有囡仔，请莫轰炸。不过上尾也是轰炸着。同一个时间附近嘛 About 2.5 miles away, a public swimming pool also being used as a civilian shelter has been hit by a Russian military strike. 乌南亲像人间地狱，乌白是有死亡的氛围。 The bodies of innocent people strewn across the sidewalk in Cherniv, Ukraine, killed by a Russian rocket while they were waiting in line for bread. 俄罗斯军队无差别的攻击，和美国大使馆透过文章表示，这么恐怖的攻击要停止，嘛一定要针对乌克兰境内所发生的任何一件暴行追究。 不过，俄罗斯的军队敢若无咧准责。伫16号轰炸乌克兰第2大城哈尔科夫的一个市场、制造仓库和2间学校。Мне кажется, это было несколько или ракет, или град. Был шлеп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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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и сразу пожар начался. 俄罗斯的军队目前轰炸乌克兰，当然嘛未手下留情。虽然俄罗斯全面占领南部的城镇赫尔松，乌克兰嘛无要认输。毁掉俄罗斯部署伫赫尔松机场附近几10台军车，阁有几台直升机。 另外，乌克兰嘛传影片到网络，显示在伫马利坡路外的俄罗斯坦克车嘛，互乌克兰控制的遥控炮塔连续攻击。看到俄罗斯伊直接近，不过乌克兰全民一心做好全力作战的准备，不但守护心中的民主，嘛守护家己的家园乌克兰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